然后同时呢，就是内亲一切内亲众生变为白、黄、红、绿、蓝五色金刚萨埵之自性。那么就一切众生也一样，就是不同颜色的5种颜色的金刚萨埵。之后他们全部口诵 Om Bandha Sato Hum， 发出嗡嗡之声。那么嗡嗡之声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平常都是所有的声音呢，就是很多的声音集中在一起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一个这样的声音，嗡，就是一个，只是变成一个声音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我们听到很多汽车的声音的话，也是最后就是没有办法分辨出来是什么啊，哪一个是跑车的声音，哪一个是卡车的声音，哪一个是轿车的声音，都比较没有分辨出来，因为都是一个嗡，耳朵里面一直都是一个嗡嗡的声音。所有很多声音就是一个一个的声音的时候，那当然就是一个清楚的是哪一个的声音，对不对？但是很多声音集中一起的时候就是嗡嗡的。那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听到所有的声音，就是这些金刚萨埵在嘴里就是念诵Om Bandha Sato Hum的这种Om Bandha S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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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Bandha Sato， 就这样，声音呢就是嗡嗡的，就听出来的就是要Bandha Sato念诵Bandha Sato的声音。这是准备利他是生之缘起。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平常都是有在修嘛，就是我们修断法，后面也是有修4举，就是爱外起世界同摄吉祥三，这个有4举嘛，对不对？另外还有我们入度摩共修啊，所有的共修后面也有一个修一个，就是我们所见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一切都是相当我们所见到的都是诸佛菩萨的净土跟一切诸佛菩萨的神像，然后所听到的全部都是一切诸佛菩萨的声音那么所想到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佛的这个法界的心那这个呢就是我们长期修持大圆满法的人来说到，就是长期要有的一个行持的，就是身语意来行持的。那这里也是同样的，我们今天呢就是今天呢就是我们在学习它的过程，怎么样子才得到我们所见所闻都是清净，所见所闻所想都是在能够变化成清净2个字，那就是净观。我们经常都说净观净观，那么清净观要做到清净观的过程是什么？那就要圆满消除业障，圆满怎么说呢？所有的质量里面来说呢，就是那我们就要知道福德质量跟智慧质量都要圆满，对不对？消除一切罪业，然后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怎么去把它能够可以实现呢？那就要努力的去做功课，努力的去修持金刚萨埵法，然后修持金刚萨埵的百字美然后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是能够可以利益他人的一个缘起，然后是生之缘起然后法性其气之解脱是中说，摄说2理尽除分别障，如此所述之意，指的也是上述这种要诀那刚刚前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平常修我们本尊的仪轨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念诵的部分那所以这就是说明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发光曙光，然后照光，以这样的就是要自利以利他的这2个怎么说呢？佛心事业的这个过程，而且修持的过程，我们要成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可以先怎么说呢？那个
消除自己的业障，忏悔，然后忏悔清净了以后呢，就再怎么说呢，本尊融入自身，然后成为自己的身体成为了本尊以后呢，那我们就开始就是要放光、守光、照光，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的话，那就是怎么说呢？清净业障的一个最终的方式。哎呀，是相当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口诀一样的，那就是大圆满法来说到，就佛教纠称当中的最殊胜的所有的方法都集中在一个法里面的一个非常殊胜的法，所以就是都是窍诀这样的观想要诀后，以密宗金刚乘善巧方便的法要，与以刹那中可圆满不可思议的福慧资粮。所以就是我们修持其他的所有的法当中呢，就是最殊胜、最圆满而且最快速能够可以获得消除一切罪障，获得一切圆满的质量的最终的方式。所以呢，就是最为殊胜的，同时也能够承办疗愈半免虚空界众生的事业，如此尽力念诵。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平常都是说，我们修持佛法是利益一切众生，对不对？对。那我们平常都是有的人说，我怎么样子就会向一切众生，怎么样子会才得到对一切众生的帮助，以这样很多的说法。实际上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修持佛法的整个的过程，就是以自利利他的两个过程，也这样去想，也可以。那也可以同时想消除一切业障，圆满一切资粮，以这个过程也可以。那这个呢，就是有它前后就有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修持的不同的方式。自本作人着康中